我们借用这个因缘来跟各位大家详细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一念之差。从前有个富翁，一生都行善，都是做好事情。他布施啦，喜欢广结善缘，也做了无数的慈善事业，但他却忽略了听经闻法，所以他就缺少在佛法上面的这种正知正见。在他年老生病的时候，有一天他业障现前一直向着家人吵着说要吃这个猪肉。在那个时代乡下人嘛，要杀一头猪是一件大事情哦，除非是遇到年节啦，比如说过年过节，或者是有喜庆的日子，那么才会有杀。何况家中他所饲养的这一头猪又那么大，他一个人也吃不了了，就上街购买，但是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于是家里面人只好向邻居买了一条小猪来屠杀了。猪肉还没有煮熟哦，他就一命呜呜哀哉离开了世间了。死后呢，他到阎罗王那里报道，阎罗王就翻开他的生死簿，发现到这个人一生是乐善好施，准备判他投胎到人间来，再做一个更富贵的人。正当要定案的时候忽然跑来了一只小猪向阎罗王抗议这个小猪就讲了，他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使我那么小就夭折了，请他要还我一条命来。这个富翁就申辩了，强辩的说，是我家人把他杀的我并没有吃到他的肉阎王说，你虽然没有吃到他的肉，但是他确实是为你而死的，将你的福报一半要分给他，让他去投胎做人，享受富贵的好日子。哪里知道这位富翁这个时候却非常的坚贪，不愿意舍弃，心中暗自盘算着，我为什么要把一生的幸福跟富贵平白的分一半给别人呢？于是双方僵持不下，一个坚持要讨债，一个硬是不肯还债。阎罗王就说，好吧，你如果不肯分一半富贵给小猪，那么你就得转世做猪做一世，以抵还欠他的债。富翁就自以为讨到便宜了，心里面想，哎呀，反正做猪也不过是一世而已嘛，一世而已，我的福报还是存在着总会有享受荣华富贵的一天心里面暗自欢喜由于他过去世有布施的福报，虽然这一辈子做猪还是要受到很好的待遇，享用很好的饲料，住在有冷气设备的好地方，主人对他百般的呵护照料他。但有一天一株小鸡跑来偷吃他的饲料，他就用头盖住了饲料的槽口不肯给小鸡吃，弄得饲料沾满了他的头贪吃的小鸡这时候就赶紧去啄他头面上的饲料，结果这一头猪呢，他在一气之下就把小鸡咬死了。就因为他的嗔恨与无知，使他不断的变换身形，有猪、牛马鸡鸭，最后再变成飞禽走兽了，不断的轮回。而他念念不忘的幸福跟富贵，就像一张空头支票，永远无法兑现。你看法是多么的重要，一滴的水滴久了就会变成汪洋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它，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记住，以行善布施广结善缘，但是你本身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结果糟糕了，你投胎必须要还这个债务你吃人1斤要还人16两你必须要偿还你逃也逃不掉。所以我们一念之差，造成了他本身生生世世在畜生道轮回，永远没办法停止。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可怕性，我们一定要听道理，要懂得佛法的重要性。佛用这种觉悟的道理来告诉我们
们末法的众生，这外在的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该了断了就要了断，该来的我们也不拒绝，我们要欢喜去接受，坦然的面对，以后你就会很幸福很快乐。所以千万不要这种坚贪不舍，造成自己本身必须要还这个债务，结果堕落在畜生道。可惜啊，很遗憾啊，我们觉得太惋惜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公案来跟大家提醒，希望我们有生之年尽可能要结善缘，而且一定要听经闻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提升，才不会去过度的贪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心性才会稳定，智慧才会增长，才能看得清、看得透、看得明，以后才不会颠倒，不会继续吸受轮回，不会受业流转啊！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